好用嘅百潔墊，要揀尼龍66嘅材質，工藝就要揀交叉編織嘅。點樣先可以揀到一塊耐用、質素又好嘅百潔墊？一、最緊要睇材質，市面上常見嘅有 PET、尼龍6同埋尼龍66，其中材質最好嘅係尼龍66，較差嘅就係 PET。第二就要睇工藝，最主要睇清楚佢係咪交叉編織工藝。交叉編織可以增強整體嘅抗變形能力，提升回彈力，防止脫落，仲可以延長使用壽命。第三，抗腐蝕性都好重要。尼龍66對於酸鹼同埋油性嘅耐抗性更優勝。一般嘅尼龍6或者其他材質，接觸咗酸鹼清潔劑之後會變軟塌陷，更加易磨損。第四，耐高溫方面，尼龍66嘅熔點高達260度，尼龍6就淨係得200度。喺高溫同長時間研磨清潔嘅情況下，尼龍66會更加耐用。第五，耐磨性都要留意，尼龍66嘅耐磨性比起尼龍6提升咗12%，喺洗地機嘅壓力下摩擦都唔易磨損，更適合高負荷、高頻率使用嘅場景。所以一塊好嘅百潔墊一定要揀尼龍66材質加交叉編織工藝，咁樣先至更耐用、更慳錢。